祝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27，旧历的7月27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哪安尼咧？这其中是有啥物曲折咧？新北市有来一个乡亲，昨带着6岁后生到南市溪钓鱼。这个乡亲才一个回头无注意，后生就失踪了。警消接到消息，马上组成搜救小组找囡仔，但是一直找到呾也是找无。啊，互人想袂到的是，这个乡亲的大查囝，去年嘛是来这条溪耍水渡水死亡。离这个后生失踪的地点只有100公尺。搜救队员伫溪谷边咧搜救，20日有一名干姓男子带伊细汉后生做伙去掠鱼，想袂到却离奇失踪去。溪水非常灿烂，搜救队员唔敢大意，把救生索啊落水来搜救。对26下晡一直找到天暗，阁拢无找到人。一透早，搜救队继续努力，希望会当找到，因为这嘛是爸爸伤心的所在。重点也是会着落在去年他姐姐失事地点，我们找到的地方14.5K 那边了。那因为整个的地形它以峡谷的地形落差，所以水域的落差很大。原来干姓男子带6岁后生做伙来钓鱼，想袂到1月头后生就失踪。离后生失踪50公尺处，就是去年7月，大汉查囝耍水渡水所在。他爸爸也是还一直都没办法，就是放下了，就是时间才这么1年左右。我相信任何做父母亲的，应该是放不开嘛。原本厝内有3个囡仔，大汉查囝去年离开啊，这细汉后生即马嘛离奇失踪。厝内人都千交代万交代，甲囡仔哥唔通去耍水，想袂到也是差要对爸爸出去钓鱼，所发生遗憾的代志。即马只希望当持续搜救，传出好消息。